啲啊銀暗，以上在暗棒咁樣開飛進來得會梯機嗬，梯機阿強喺來梯啲豔照啊，阿強盲兜，誒，依兩個朋友，阿來仔，阿來仔原本係住到衰點贏，係個咩踩5敗啦，希講而5敗踩唔中而出嚟要你背，而踩中係出而痛咯。係都生埋都昆魚衝過嗰啲嘛，咁後生。18歲我喺昆魚所以啲 club 都衝。係出嚟嗰壇都絲絲見贏咯。阿來仔熱親係應該叫衰點贏。當我講完啲6-6啊喎。6-6係敗啊，6-6啊邊日踩5敗6-6唔啱。唔啱都70呢咯。70唔啱又敗。63又唔啱。多啲，要多啲。68咯。68又唔啱啊，失敗啦。再多啲。72嘛，幾多鐘？70嘛。哦，下杯。5敗喎，變當2敗。70 ，OK， 最後敗啊！你一場係1杯啊，來仔，可能係先用。OK， 預講嘅最後敗。啊，68咯。All right， 68， 6敗都踩唔到啊。OK， 係啦 ，IC 出嚟，46年出世。阿叔今年75。哇！阿先話18歲係咁年咩32歲衝。誒啦，冇錯啊，32歲衝過。有啲有啲話30歲衝過。All right。所以我跟你們講，什麼叫凍齡 ？OK， 好了。所以啊，年紀不是問題。來，謝謝大家，謝謝阿偉仔，大家。